你要去哪儿？你回去吧，我根本不希望别人跟着我。我不是针对你。我不能就这样不清不白的走。为了情感而失去性命，值吗？你，反正你不能进城，那里太危险了。你帮不了我。 你根本就没让我帮过你。你想死的话，我阻止不了你。但別以為我會再救你，因為我自身難保。 来，让我好好看看你。好啊，想死我了！我也想你啊。大人，燕逍遥和玛瑙在牌坊下刚刚露面，就突然失去了踪影。废物，赶緊去找啊！是。什麼？燕逍遙和瑪瑙在城內出現？正是。那飛陀商隊和那3位旗主也一同回來了嗎？沒有。燕逍遙自己回來，那3位旗主卻像石沉大海，一去無蹤。啊，侯爺，飛陀的2位旗主黃師和周豹也來到葡萄城。黃師在路上遇到了襲擊，看來此次惡戰在所難免。吩咐下去，嚴密監視燕逍遙的行蹤。看來這回我得幫飛陀商隊一把，好換取他們的信。是。
請大人下令封鎖全城。我带人把这8街64巷查個底兒朝天，不信查不出來。哼，這個燕逍遙膽敢冒死進城，遲早還要露頭。我都已經安排好了，下去吧。是。那还沒有打聽到3位旗主的下落嗎？屬下不才，時下追查範圍已經擴大至葡萄城周圍500里了，希望有新的發現。我看燕逍遙絕非單槍匹馬，背後一定有一個秘密組織為他提供消息，並且有一個十分可行的行動計劃。在這方面，你們打聽到了什麼消息嗎？起初，我們懷疑燕逍遙是天竺紂奴雇來的，因為這些年來，紂奴一直在和我們飛陀商隊為仇作對。可是燕逍遙一到葡萄城，就和紂奴發生了十分嚴重的衝突，還殺死了紂奴好幾個人。也許這是苦肉計。六爺的猜測不無道理啊。侯爺，你真的要幫助飛陀商隊？事到如今，也只能如此了。也就是說，侯爺真的要对燕逍遙下手了？這也是迫不得已喲。這下瑪瑙可慘了。如果燕逍遙是受雇而來刺殺刀爺，不管是誰來雇的他，事情都好辦。他絕對不是刀爺的對手，怕的就是他來行刺，只是一個幌子，而在這背後有不利於少將軍的陰謀。有道理。可是後來我們發現，他與一個老匈奴有聯繫。這次少將軍被誣告下獄，也是因為西討匈奴。難道在他們中間暗藏着陰謀？你說跟路上伏擊我們的匈奴人有沒有關係？是誰伏擊你們？5哥可有受傷？歸娘啊，那些小嘍囉不足為患。我所擔心的是三哥、九弟和鳳娘的安危。恐怕更令我擔心的是，我們中間是否真有人在背叛義父？歸娘，我們飛陀商隊的人個個頂天立地，一不會出賣刀爺，二不會通敵賣主。但他們很有可能收買飛陀的人做內奸。試想想，你們到葡萄城的消息是誰傳出去的？利用匈奴去騷擾飛陀商隊，只是掩人耳目。是誰煽動他們去暗殺皇師的？這個計劃根本就行不通。飛陀商隊本來就是反覆無常、任意妄為，更何況他們也不是飛陀的對手。我們還需要殺多少人？我們聖教不能再繼續採用這種方法了。對聖教最好的辦法就是殺死燕逍遙，向飛陀言和。燕逍遙正在和瑪瑙住在拉伊克站，反正護法已經給過他們機會了。為了結束流血，燕逍遙死了也是值得的。希望護法拋開個人感情，殺了燕逍遙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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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我的命令！任意妄為，做叛教罪。为何大侠還要回來呢？你不歡迎我們，是否怕受到牽連？拉伊一家人的命都是恩人撿回來的，拉伊誰都不怕。但是大俠的確惹上了不少的麻煩，拉伊客棧已被各方面嚴密的監視了，大俠
不宜在此久留。如果我现在离开，在中原便会有一群无辜的小孩受牵连，而失踪的各旗主，他们的性命也难保。所以我要找到雇佣我的人，查明他们的真正用心，才能解决。否则，我与飞陀商队各旗主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。恐怕你现在担心的不是敌人的生死，是你的安全啊！冲突中，你也不能永遠的停手。你總不能坐在這裡等着他們來殺你吧？放心好了，我不會等到這一天的。有件事情我想請你幫忙。大俠請開口，我一定盡力去辦。五哥，倘若飛陀商隊出現內奸，做出通敵賣主的行為，讓朝廷知道，不但影響整個商隊的生存，甚至會為少將軍全家帶來殺身之禍。那現在少將軍的情形如何呢？還關押在刑部的天牢裡。目前我們商隊面臨着匈奴的威脅、紂奴的攻擊，還有燕逍遙的行刺和少將軍的安危，這些事情錯綜複雜，互相交織，十分棘手啊。那義父現在在哪裡？美玉侯南天星也來到了西域，就住在這裡。要不我們去找他幫忙，好不好？不行，3位旗主失蹤一事絕不能張揚出去，以免飛陀商隊有內奸一事被宣揚出去，危害少將軍的安全。我想，唯一的辦法就是除掉燕逍遙，一可以警惕匈奴及其他來犯我者，暫時停止行動；二，要為死去的白二爺報仇。五哥，道爺曾經叮囑我們不要傷害燕逍遙，萬一他死了，就會危害到三哥他們的安危呀。六弟，我們還有什麼其他的辦法嗎？現在就要看他們3位的命數。為了飛陀商隊的生死存亡，與刀爺和少將軍的安危，六弟啊，如果要是你們認可五哥的做法嗎？聽說飛陀的這位皇五爺功夫很高，迄今已經經歷了數十場惡戰，從來沒有敗給過對方。他那一雙鐵掌能開碑裂石，他那空手奪刀的功夫更是號稱西域一絕。你這樣去太危險了。我想好了，去吧。你為什麼要這樣做？我要挑戰皇師。皇師並非等閒之輩，你這樣做，就等於是自掘墳墓。這樣吧，我跟你一塊兒去。瑪瑙，我有一件事情請你幫忙，可以嗎？你根本就不是有事情，只不過是想支開我。你說過不問我的事。他在金爵酒坊，半個時辰後他會到那裡的。為何要老闆親自送來？難道燕逍遙捉了你們全家來要挾你嗎？他是拉伊的恩人，是我自願的。為何指定要給五爺？不知道。就送來這刀，沒有別的口訊嗎？他說，久聞皇五爺的權術稱霸西域，希望皇五爺能跟他比試。他勝了就取回這把刀，敗了就聽天由命。刀長3尺3寸，柄長7寸，鑄於元初4年8月。姓燕的什麼意思？
當然是要和我比武了。五爺，一個人去只怕不妥。他怕我一個人不去，特意把這把刀送來。他的意思就是說，想和我比試比試拳法，不用兵器。你們說，我該不該去啊？會不會有什麼詭計呢？各位大俠，師父有話要拉一轉告燕大俠。燕大俠，皇室收下了龙首刀，以他的脾气，我想他一定会去的。那就好。飞驼商队的其他人呢？都在摩拳擦掌，想跟燕大侠比个高低呀。飞驼商队的人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，只怕他们会暗中出招，伤害你。玛瑙姑娘说的对呀，飞驼人多势众，大侠不得不防啊。放心吧，拉伊，我心里有底。我还要求你办件事情，请大侠开口。帮我準備一輛馬車。這麼簡單？要和上次劫飛陀旗主的一模一樣。我這就去。我能幫你做點什麼？還是留在這兒？你……我知道，你不需要我的幫助。你別多心。其實我是想……說吧，我能為你做點什麼？燕逍遙以快刀成名，鋼刀絕不會離開他的手。一技之長，攻敵之短，這是兵法要訣，取勝之道。這一點，難道他不知道嗎？他之所以能這樣做，必定有他特殊的原因。他可能事先已經知道了五哥的拳法，有了相應的對策。下書比武是一個陷阱，他可能有別的陰謀。依你看，五哥有多少成勝算呢？哼，當然是五哥的勝算大一些。不過比武一定要光明磊落。六爺，這個你放心，我一定確保五爺能順利地拿下燕逍遙。我會派人在這裡和這裡守着，叫得燕逍遙插翅難飛。我們還是一起去好，萬一他有什麼詭計，我們也好隨時接應。怕他什麼詭計？我們不是決定了嗎？是他自己送上門來。今天讓他領教領教我們西域是什麼地方。五哥，我跟你一起去。那我也跟你一起去。六弟，不了，你們稍等片刻。待我把姓燕的雙腿打斷，拖着他來見你們。聽好了啊，老闆，你先去。來了，有什麼吩咐您說。老闆，一會兒有個事情讓你幫忙啊！一會兒要有一個殺手要從那邊過來。殺手，為了你們的安全，你現在把大家都疏散一下。好。你們到那邊，你到那邊，是你呢？到那邊，是你到那邊，快走，是走快，上去，快點，你也趕緊去啊！您還有什麼吩咐？
燕逍遙已经出發了。好，我们也去。哎，还有，与燕逍遥在一起的那个玛瑙，曾经在拉伊的后门偷偷摸摸地观察过黄金。五哥，你说燕逍遥会不会有什么诡计？我们别分心了，先把燕逍遥解决掉。玛瑙的事儿，别管他。五哥且慢，我总觉得燕逍遥有诡计，还是等等再说吧。报告大人，燕逍遥独自向金爵酒坊走去，玛瑙仍留在拉伊客栈。飞驼商队在金爵外布下天罗地网，燕逍遥此次必定凶多吉少。继续监视。是。总护法，燕逍遥已经出了拉伊客栈，正往金爵酒家赶去。逍遥这一次一定是凶多吉少，那皇室和周豹绝不会轻易的放过他的。是啊，那兄弟两个一定设下了陷阱，就等他往里钻了。这样也好，杀了燕逍遥，总算拔了我们的眼中钉、肉中刺了。对，说得对。哎，真可惜呀。白花娘子，怎么了？如果燕逍遥这个江湖大侠死在我们手中，那该多好！白花娘子说的有理啊，有道理啊。如果是燕逍遥死在我们的手里，以后在西域谁敢不让我们三分呢？对。
逍遙利用與我比武，將3位旗主偷偷的運出城外。那我馬上去追。不行，他們必定有埋伏。你一個人去太危險。六弟，你與12妹一同前去。我看比武的事還是先放放吧。不行，我不能錯過這千載難逢的好機會，我一定要把他拿下。但萬一3位旗主不在車內，而是燕逍遙故意分散我們的力量呢？那要不這樣吧，我留下來照顧五哥，以防不时之需。一旦有意外，我便向南天星求助。好，就此決定吧。六弟，遇事千萬小心，趕快去吧。好。趙掌櫃，在。你跟六爺一起去。燕逍遙的刀在我這裡，金爵九方有我們的人，你怕什麼？好，趙掌櫃，咱們走。是。闺娘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萬不能向外人求助，五哥会没事的。下去。好，你来。报告大人，玛瑙冲过关卡，走进沙漠，飞驼商队正在追赶。马马虎在，叫人马准备，随时前往金爵九方。是。五爷，他在哪里？在里边。其他人呢？都是我们的人。闪开！
侍衛追上瑪瑙了吧？没那么追上。也好，我们的介入也不能太过张扬。有人求见侯爷。不见。且慢，来者何人呢？飞驼上队的叶旗主，叶归娘。有请。去吧。是。这边，走走。严逍遥，你是为匈奴人来卖命的吧？我只替钱办事。哼，不计满腹，为强欺弱，屠戮无辜，言而无信，残暴貪婪。我大漢建朝以來，屢受其患。你身為漢家子民，縱使不能效法蘇武氣節，也不該認賊作父，為虎作倀吧？我不想聽那麼多。今天我來是與你較量拳法。如果閣下膽怯的話，今日之約可以作罷。好，我黃某全力以赴。在你死之前，我問你幾句。問吧。白玉虎和柳雲龍他們怎麼樣了？你不必心急。
很快，你就会見到他們。好，我倒要領教領教你的高招。你想用我的刀來殺我也行，你們想一個一個殺我，還是一起殺我？哼，黄某殺人，從來不用刀。把你的刀帶走。今日之戰，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插手助威，也叫他們知道，我们飛陀商隊一向光明磊落，絕不做卑鄙無恥的勾當。五爺，住嘴，滾開！嗯。